疫情死亡的人数，包括今仔日在内有583个人，其中有55%伫确诊的5天内死亡，另外9%是死亡了后才来确诊。疾管局的前局长苏益仁讲，这个确诊甲死亡的时间相过接近，代表着防疫甲医疗的体系拢出现着问题，也就是这个诊断延误。 无法度伫咧黄金的治疗期，精准互患者来食药啊，这拢会增加着死亡率。 快筛阳性 PCR 采检确定状况紧急投药啊，或者是伫隔离病房伫呼吸器和病毒搏斗。奥密克戎伫台湾来个真紧嘛真着急，医护和病人真会抢时间，毋过也是有无法度的时阵。到5月22日为止，这波总死亡数来到543例，对确诊到死亡各分组确诊迄天死亡、确诊隔天死亡、死了确诊5天内死亡和确诊5天后死亡。来看数据，伫5天内死亡的案例度超过一半。 当我们要来监控 Omicron 的确诊及投药是否都能够很精准的时候，我们用的是个新冠快速死亡的案例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可能是第2天到第7天里面造成死亡的这个病例的比例，比较能够反映确诊从它出现症状到确诊这个时间内。 我们至少都要3到5天了我们错过那个给药的黄金时期，如果可以在1、2个小时里面完成，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 确诊和死亡的时间相近，嘛反映医疗体医院有爱改善的所在，尤其对高风险族群前期观测上数都真重要。临床医生嘛观测到奥密克戎较袂有重症，不过通常重症个案本身的条件都使人烦恼，一旦为着病情嘛变甲真紧，真歹治疗。专责病房如果是20床的规模里面那大概可以看到那个有3个、4个是这样。除了说条件本来就不好的情况之外，有些可能是说当他发病的时候。 那都是属于那种太晚确诊。那你一旦有氧气需求，也就是说病情比较严重、病毒量复制比较多的时候，那给这些抗病毒药物其实也没办法发挥医疗效用。新冠口服药食药的黄金期是第3天内，目前有部分病院开设防疫急门诊治调量的服务。专家嘛建议爱搁扩大量能，避免耽误诊断，买当量早食药啊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